咱再来看，有一台太阳能的货车，昨中到12点外，伫虎尾交流道并车，车顶是有3000瓦粒的电池哦。伫今仔透早5点左右着火，消防员是赶紧喷水来降温，附近嘛先封路咯。 一阵的火势为变去货车后边继续咧炭烧，消防人员刚才会当先对油箱转水降温。这台载太阳能柜的货车，车落中道伫咧虎尾交流道路口发生事故并车，因为车顶还有载3000多粒锂电池，所以消防人员随赶到现场封路警戒，就惊火势会继续炭烧。那直到今天半夜大概5点的时候，它就发生那个热反应，然后产生喷射起火的状况。那我们就持续用那个做防护让它不要再扩大。就是事故嘛，车辆事故嘛。对，就是我们那个电池。对，我们还在评估。消防局表示，这台载太阳能柜货车是要为台中路南去云科工业区。并且了，因为锂电池的受损状况也无清楚，所以厂商是建议先要甲刷位。若倒火了后，嘛袂当直接甲转水。目前敢若会当先等电池的火烧反应结束。这条路是从斗六往高铁的主要要道，因为双向有封闭，目前用路人只能做改道的措施。现场的状况是产生明显的这个黑烟。 我们也将评估是否依照违反空污法第32条来进行裁处。环保局表示，已经有派人到现场做环境检测，若是有造成污染违反法令，相当会当罚到500万。若考虑到人甲车安全，目前桥脚的双向道路是先封起来。记者王维雄，云林报道。